个比拼哦，我就讲来，恁做句一个，啊，拢无人反应啊，我就讲我家己来好啊啦。我就讲哦，老师的引导啦，哦，伫南台湾是无人法度甲我比拼的啦。伊讲哦，老师，你这毋是造句呢，你这根本就是造谣。哦，你这伫咧快呢？我讲无呢，老师咧讲话拢有根据的呢。我咧照行的时阵哦，我看到一个人，好缘投甲小缘投的，缘投甲变过呢。缘投甲我家己咧看，拢会流口水、流嘴烂呢。伊讲哦，老师，迄危险哦，迄照行流嘴烂迄吼，迄是即个中风会掉头呢。你看医生诶，我讲哦，我看过医生啊，医生讲哦，我有三高啦。第一哦，高血压啦；第二呢，高血油啦；第三讲无救呢，讲我这个面膜啊吼，高颜值啦，你听有无啦？伊讲这无医啊，系啦，无啊，我嘛无法度啊，我嘛唔知要安怎啊，系啦，看台北哦，才有较好的医生甲介绍一下啊。好，我咧迄个啥，我咧学生讲，老师你哪拢教阮这无路用的物件？我讲，你唔好咧讲恁家己是无路用的物件呢。你唔是无路用的物件，你是有路用的人诶。人讲男马，目一步踏点点，莫看袂起家己。